我们在邢台古城乐北组村4月初7这个天地庙会上，看看，这就是3人跳，很多人都没见过，今天让你见识一下。你来几个人了？喂，你来了几个人了？3个人。来3人。1个、2个、3个。啊，你厉害。来几个动作，来几个动作来。